花莲的诗人杨牧，刚来故乡东华大学教册期间，创作一篇《仰望莫归山》的新诗作品。莫归山自古以来就守护受封这个乡镇，嘛包括日本时代以来就无改名的丰田，这个日本农民的移民村。迄然是过去是日本移民信仰中心的神社。台湾总督徛名的纪念碑，说明当时日本政府对日本移民甲对经营花莲的重视。迄件事的现在融合过去，有历史保留，嘛有改变。亲像丰田这个所在的缩影，向先生所做的是保留过去。当年日本人伫老罗山发现石棉这个重要的军用物资，开采的过程，日本人无发现，互因当作废石处理的是玉石。战后丰田人开采矿石活跃，开创一部外销的黄金时期。上这时有80多间的加工厂，40多台的计程车接送往来的生意人。丰田玉因为恶性竞争，无顾信用品质，国际客户大量流失，80几间的工厂收甲剩恐先是一间。若毋是一乡一特色的政策，连恐先生嘛想要结束营业，即摆因一家人会继续活落去，甲苏当年丰田玉的光彩继续活落去。恐先生毋甘失落丰田过去的光彩，嘛有人想要替如今破碎的丰田创造机会。玉里客家子弟黄老师，高中毕业都无想要读册，走去学木工。伊一路拄着好老师的看教支持，无爱读册的少年人，最后去到英国学工业设计。活到伊家己做老师，过去甲伊看成的好老师，都是伊的模范。黄老师来到丰田开办一间工作室，不管是所教的大学生，也是专程来拜师学艺的少年人，只要有够骨力，伊拢尽心传授木工技术甲设计的知识。黄老师想要透过教学以及所创作的作品，改变一般人对木材甲教育的观念。改变为丰田开始。